就是互一寡人免动脑筋，免想辛苦，就知达到伊轻松过日子的迄个生活方式嘛。毋过对咱台湾人来讲，其实无遐尼大的帮衬啦。反正每项选择是无相款，所以坦白讲，即几年啊嘛，无啥伫看遐个电视就真正加足轻松自在啦。因为遐个物件真正对大部分的人的大部分的人生拢无啥物实质的帮衬啦，差不多是拢无啦，把柄尔尔啦，所以大家讲参考安尼。歹势，我这第一篇为虾米含我打的 link 第一篇敢若无啥共？第一篇是3234，安尼就是这篇就碰着吼。第二篇咧，我看嘛，第一篇是3242，诶，3242。歹势，我第一篇甲恁打毋着 link， 应该是3234。来，我找一下3234。3234。3234 link 是啥？是做啥物款？P3MV P3VFV这歹势啦，我3234复制连接，搁打一遍这个。伊是 1ZCF。哟，根本都无打了。档案储存物件桌面 temp notepad。我先甲我的搁 upload 这个档案起来，申请档案上传，对我的桌面 temp notepad 开规个，好，notepad。Drive notepad home notepad copy 来我的 Clubhouse pin link 遮搁订来哈 pin link
摕掉 remove link pin link paste add link。好啦，真歹势啦，无遮久才无第一篇才无去吼。好，方便的你嘛会使看我顶头打迄个直播的链接啦吼，我即嘛开始直播。歹势。好，咱同齐来看啦吼。第一篇3234节吼，伊讲是算早起新闻啦吼，报是站的新闻嘛吼，早起是采访主任就开始配对啊，用分配方式吼，伊讲对就爱用分配方式，因为啥物？就若敢若讲，你今仔日做一个记者，你要查啥物？你要出啥物菜？其实是你是无决定的权利，是一早起采访主任就已经甲菜单写好啊吼，早起就是安尼，你每一项负责对一盘菜，你就去甲炒出来就对了吼，去找材料，去找即个配料啊，甲炒出来吼。啊讲，你看采访主任其实嘛，伊嘛是就是昨昏有啥物新闻，伊就透早吼。其实我感觉是漏交一篇啦吼，因是一开始就爱透早的时阵，就是敢若6点外的时阵就开会啊吼。开会的时阵就甲报纸新闻就显出来吼，一篇一篇大家看要做啥物新闻安尼吼。啊，一组人早起，因就是文理加上迄个摄影的人，就爱出去翕嘛吼。中昼要报出啊，当然记者会当，伊讲当然记者会当主动提出题材，啊，毋过为着要赶中昼，差不多拢是家己今仔日早起指派迄寡新闻做了就差不多啊吼。另外内容啥物？不外乎是去拦政治人物、公开行程访问，或者是直接去堵麦吼。记者自主的范围就足细吼，这是第二篇。我第一篇毋知留给伊对，我就不看吼。啊，你讲早起11点左右，新闻差不多要做出来吼。即当中，记者会就紧啊，变啊讲就心内就足急的吼，因为要爱看啥物物件爱报出嘛，啥物还是讲要直播连线，啊若无都爱拖到下晡去啊吼。你早起若无，早起若赶袂出来，拖到下晡，若有时间性的，佫去用电吼。啊，中昼报出了，下晡记者佫开始找新闻啦吼。啊，伊讲啥？然后你佫看重点佫来，一堆堆找新闻，对敏知、对 PTT、对 YouTube、对佫甚至佫看去微博吼。我看连小红书即嘛在咧看吼。爱搞两条。我甲你问啊，你平常时就你看即寡物件，你敢要看比较少？你敢需要去看透过伊第三手的传播吼？所以你看电视新闻是无使你家己的时间吼。好，过来看讲，若是社会新闻有现场就拍现场，啊，若无就你看行车记录器吼，行车记录器吼，车顶的迄个卡梅拉摕来做新闻吼。上惨的就是甲网络新闻摕来打吼。安尼就凊彩紧交一篇仔出来吼。下晡4、5点佫开始记吧，因为暗时新闻要佫报出来吼。啊，通常记者会当小笑者，但是你若有安排啥物临时新闻吼，就爱佫去应付突发的状况。这是比较传统的四则新闻吼。哦，啊，佫来第二篇，排第二篇我来佫找一下吼。你若方便看我直播的吼，3242啦吼，应该3242。3242，我佫甲 link 佫甲 copy 一下，强应复制链接。然后打去迄篇叫做Notepad。我直接目前我直接打迄个 link 互你，佫较紧啊吼。
我找者，我找。啊，对哦，我找一下迄个，但是迄篇文章我毋知找会着无。即马因为有人，有迄个人通看吼，有迄个人通看。下摆就甲讲者迄个写即篇的人叫啥名？Lawrence of Taiwan。Lawrence of Taiwan 吼，我找看觅啊。我已经在找，我已经在帮你找。但是我是对迄个 thread 中头掠落来吼 ，Lawrence of Taiwan，W-R-E Lawrence of Taiwan，T-A-I-W-A-N。无看，Lawrence of Taiwan， 为虾米无看呢？我搁重看一遍，为虾米无看？为虾米无看呢？Files。Files. Lawrence of Taiwan. 对啊，我无错毋对啊 ，Lawrence of Taiwan。Lawrence of Taiwan 。因为即个啥 ，thread 顶头其实要找即个人爱用伊的迄个 IG 啦，若改名个我才找无，我感觉 IG 要安怎看？我顶头敢有伊 IG 的，应该嘛是无。伊当初袂记甲伊 IG 的迄个名留落来。Lawrence of Taiwan。所以我要安怎找较方便呢？无我用内容找看觅，我找有无？内容一下啥？内容 files。媒体。我是咧 Twitter 看到即个人啦，Twitter 伊嘛是用 Lawrence of Taiwan 即个名称吧？安尼吼。不当是嘿，所以应该风格是相款的，应该是同一个人无毋对啦。我是咧 Twitter 看到。你会当帮我打迄个 link 给你无 ？link， 抑毋过伊一条一条，我袂找着。我找着。你第一篇嘛，因为伊后壁拢有写1、2、3、4，写14篇嘛，10几篇嘛。对。啊，即马我打头一篇，关应该是来讲这个吧？伊来讲，你头一步是讲来谈媒体嘛？对。OK， 就是这。好，我顺刷甲迄个，我看下，好，换谁？这是头一篇啊？我就一条一条打好啊。安尼关就会使，你就会使继续讲，因为我若是打，你无法度找着，惊你无法度找着第2篇、第3篇啊。我来，OK， 好。我看觅吼，不给我贴哦，因为一样的那个。应该是这篇无？是啊。哎，那好烦哦，不给我连续贴的。无你若有迄个 Twitter， 理论上你看到芭比这个连接原则上就会使看到最后啊，除非你无迄个口舌，安尼就真正可能要一条一条打尔。当然伊嘛有其他的人会插话，或者是讲一寡无共的观点嘛。不管，反正就是先看 Lawrence of Taiwan 伊的论述嘛，伊较有一个完整性安尼。是我是对迄个 X 顶头掠落来。X 对，我拢是对家。安尼是对，OK。A-W-R-E-N-C Lawrence of Taiwan。因为两个吼，界面做甲差不多，我已经分袂出我这是对来。就小心诶。对啊。好，我紧打，好。恁家己看啦吼。我继续讲啦吼。贴好烦哦，我干脆贴字算了。对，实在你看你安怎方便打，你做你去打哈。反正我伫报纸有啦吼。
我直播，我直接转来，我的我的 hard drive， 我 cloud hard drive 顶头。我现在安尼我现在贴的应该就是下面就有2、3、4、5嘛，接着下去嘛，对不对？对，你打迄个连接就是伊篇啊，伊家己写有分类，就是安尼对，因为他一直叠在自己上面，一直写嘛，对，所以2、3、4、5就都在下面。好，安尼就好。好，咱继续看哈。拄则是讲早起2、3字哈，比较传统的四则新闻嘛哈。讲现在网络新闻即马长视件是网络新闻吼，记者开始爱报，要报即时新闻，真正是手头有啥物就拼去编辑台吼。就算是讲你信息无完整，为着要抢较紧的，要紧囥去才讲吼。啊，即当阵小编就出现吼，小编就为着要抢即个点阅率吼，迄个叫做啥？足惊人的，足恐怖迄种标题，还是讲足抢目的吼，足硬目的迄种标题一定要做出来吼。虽然讲大家定定咧骂记者，毋过新闻制播流程中，其实记者只是讲其中一部分尔，佫有偏执吼。我直接要讲的就是有一篇文章，我即马临时可能无多写，我看卖吼。就是我最近看到的吼，就是5天的新闻吼。其实这篇就足明显的吼，你就让看出讲，其实迄个记者和编辑台的立场是完全无共的吼。所以你敢若看标题，你感觉你看内容，你才知影讲，其实记者是足同情5天的事情，真正是足挺迄个5天。啊，但是你看迄个标题就是敢若就是要甲5天要甲抹黑安尼。但是我即马是可能找袂到迄篇文章啊，迄篇文章其实佫是自由时报的吼。即马这新闻拍摄了吼。好啦，咱转来，新闻你无必要讲一定爱看，反正就是你看伊迄篇主要是讲5天伊吼，其实你看就知影讲伊其实足辛苦的吼，伊的小弟啥物出问题吼，伊小弟啥物去，反正拢你看记者所写的就是伊足同情5天的立场啦吼，啊编辑台就挑工就甲。写做抹黑，你一看感觉讲5天即个足害安尼吼，因最近因即个竞赛出代志吼 ，OK， 咱搁继续看第六条，伊讲春就是过年啦吼，端午啦吼，5月中秋应景的新闻嘛是爱，但是立法院机场各中团嘛是爱有专人倒吼，重大案件出庭迄以上拢有摄影人会爱倒咧翕嘛吼。除了少数的几组会安排做较深入的专题报道了啊，用来报名参赛之外，报名参赛啊，报啥物名？我参加啥比赛我毋知啦吼。大部分的人力拢伫咧做一寡即种流水账吼。那你嘛知影过年时会做啥物新闻吼？讲起来很讽刺哦，用心开时间的资源做的新闻专题，就点阅和收益来讲，不见得会赢过小编耸动的标题哈。你做甲足用心的，小编一个讲一个迄标题，就足吸引你入去看吼，差就是我知影，就我即嘛，我感觉啦，标题做了上，互你足吸引你入去看啊，是中时啦，是迄个旺旺啦吼，新闻，真正是我足佩服即个小编。你刚才看一个标题，你就足想要点入去看。啊，我若看了是中时，我绝对袂点入去看吼，因为你点入去看嘛是笨手新闻啊，无必要先入去看吼。第7条，伊讲我20年前拄入行，20年前就做新闻啦吼。记者薪水3万块，10年前我等于前公司找主管开讲，薪水剩2万6，10年前啦吼。感谢马英九。
最近我和同业咧开讲吼，一个3-4年的熟手34000，我问伊讲即种薪水踮咧台北是要安怎？台北是要安生活？伊嘛真无啦，无答我吼，无法度。伫咧媒体加薪是非常困难吼。即间会当讲不，其实跳公司薪水家己加就对了吼。好，后一篇。恁若家己有Twitter，你家己去看啦吼。因为我甲它拆开起来吼，我才一篇一篇要找嘛是小可真麻烦。3251第7吼，伊咧讲啊，即句也袂讲啊正题，讲到正题。台湾媒体伫过去的商业模式被破坏了后，到即嘛为止，也无建立起新的获利的模式。伊讲即个商业模式去互破坏，是你讲啥？其实我无介清楚，但是我咧摇，是毋是？迄当时一周刊出现的关系吼。其实一周刊出现对台湾媒体是，我认为是正面的刺激，但是对新闻媒体吼是负面的。新闻媒体吼，就只好去互一周刊牵咧走，你知吼？一周刊若是讲是因叫做 paparazzi 吼，叫做啥物股，我都袂记吼。迄寡电视新闻是互迄一周刊牵咧走的狗吼，搁较恐怖，搁较可怜吼。伫咧经营压力之下，开始愈来愈挖靠这业配新闻，就是送钱的新闻嘛，人送钱来做新闻的嘛。尤其是对政府单位来吼，政府单位来这是公开而且是合法的嘛，因为政府单位需要由偏负选要去做新闻嘛，做公关做新闻公关的，因为这钱嘛吼。所以媒体的自主性愈来愈歹吼，媒体公司的获利愈来愈歹，基层的薪水无法度提悬，搁人才都留袂牢，所以当即马去做记者，即马真正是人讲的讲，意思就是讲你细汉无认真读书，大汉做记者吼。啊，当然我毋是讲认真读书的人就安怎，我意思人平常时你讲迄句话是讲啊，你这个人毋是人才，才去做记者，因为无人要去做记者吼。经验不断老，新闻制播的伦理甲原则佫无法度当周调，所以变成是恶性的循环吼。过来第9，无分党派，每一个政府单位拢会编列即个新闻采购的即个经费，这是绝对合法的。经过民代审议通过预算，因为我拄仔讲这是合法的嘛。政府嘛需要宣传，互民众知影政策甲活动。但是当这笔经费真做媒体重要甚至主要的获利的来源的时阵，你敢要上讲有想到有啥物问题？每一年偏预算的时阵，各年各做。媒体高层都爱开始去拜访负责媒体的官员吼，讲较歹听就是去遐破白卡啦吼。希望讲会当佫加一寡预算互因去用吼。除了上几个媒体采购一寡大型的活动的迄个转播吼，跨年的这暗会，三对是政府单位要求媒体每一年要出一定的这个新闻的节数，就是几条，你另外帮我出就对，配合政府的宣传吼。过来是后一篇，已经41分啊！我今仔无这就无遮久啊吼。过来。3252331300。OK， 但是若是拄着政治人物的私心，加上媒体要争夺预算，就变做是硬声糖吼。啊，当然政治人物是好是歹，咱歹讲吼。不只是政府的业配吼。就是配合迄个业务的迄种新闻吼，现在已经连特定的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拢毋敢批评，大家看会到现在媒体的政治倾向，除了头家家己的政治理念以外，绝对有背后绝对有绝对的经济因素，佫较惨的就是直接被中国收买。现在毋若是伫咧传统媒体吼，
毋是传统媒体吼，就算就是网络社群媒体，伊嘛伫咧时那收买范围之内吼，范围之内。这优富一篇迄个《天下杂志》的什物报告主任，阮袂了重视吼。报告主任，这个主任是应该是国台办主任嘛吼。阮家即个台湾的即个真仔时报买落来吼。传统的媒体人当然嘛是会反抗吼，上出名的即篇啦吼。即篇也就是即个人啊，黄德斌啊，因为伊是较早是时那时报的嘛吼。但是无路用，伫咧亲时那的媒体内底，挡袂牢，早就已经离开啊吼。剩来拢是愿意配合的人，佮加上阮头前讲的迄个恶性循环嘛吼，恶性的循环，劣币驱逐良币吼。上恶你来过来讲，上恶劣的时阵，就是这马英九这8年是新闻、综艺、音乐、戏剧、电影全面衰退。因为啥物？因为时那迄边比你搁较大的资本，比你做搁较好，比你做搁较吸引搁较侪人过。你伫台湾只有敢若萎缩会分尔嘛，你哪有可能会个进步？这第过来后一篇，咱继续咱也看了啦吼。3300，过来是应该是3317吼。哇，这拢order拢乱去吼。好，伊讲迄当阵上流行就是中港台合资，其实就是我甲你讲，看来这3字我就规把刀好就咁样举个。中港台，啥物叫中港台？意思就是你台湾就是那整个大中华，伊叫做大中华文化口岸其中一个就对啦。吼，其实就是台湾的媒体口啊，已经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啊嘛。感谢马英九嘛，你根本你伫台湾，你本身这媒体无法度生存，你变成爱靠啥物？靠时那资金，伊才有即个。才变成才注入即个媒体口啊，才有即个活水，才当芳的起来，实会起来吼。迄当阵所领白的真侪同业拢有去时那发展的拍算啊，或者是要参与和时那合作的专案。我家己嘛去时那出差几啊遍吼，真正是好，真正是去迄边去领教着了吼。伊讲咧痛悟深觉了，其实深恶痛绝了吼。就是心内是有够硬气的就对了哈。讽刺的是，当时的确也是中国环境相对开放的时候，哦，春晚还有政治喜剧，现在不可能。我迄当阵颠倒是那颠倒是较开放，相对啦。伊讲相对，毋是和台湾相对，是和伫咧中国迄当阵比起来，其实迄当阵较开放，随在你啊哈。OK， 即嘛是有较好一点，但是伫咧伊即嘛讲较好，应该是讲台湾，但是伫咧网络无释放的即种情形之下，吼 ，TikTok 是中国上强的人气战的武器，吼。当然伫是那边叫抖音啦，吼。即几年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真侪自称媒体不断成立，而且真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媒体开始出现，开始制作各种笨拙消息。消耗台湾人的视听精力啊！我拄则甲你讲，叫你莫去看电视新闻啦吼。你若甘愿去互消耗，你就继续去吼。你若认为讲我精力充沛，甘要安尼，互因安尼吼，你就做去。佮找袂到正确资讯吼，就是你根本连正确的是啥都毋知吼。就政府而言，即寡媒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吼，无人咧看。但是又佮惊起伊的恶意宣传，所以只好每一年去互勒索吼，甲你讨一寡有算来安泰税，你就只好去安泰税吼。即个名词用了好叫安泰税吼，你无安会出代志吼，安泰税平安吼。你详细一看，啊，即寡媒体。卡只偏好，阁是时那你支援的，你摕搁较侪钱去，伊也袂甲你讲你好话啦吼。OK， 过来是应该后壁上尾一篇啊吼。33173330，搁一个3342，3342应该是伊人老话，伊写一句话，我感觉袂歹个。好，伊讲媒体识读的教育
的确是釜底抽薪的军地，不过缓不济急，即嘛爱马上组织新闻业一个帮害去吼。我即嘛都已经无救啊，要安怎救？咱搁继续看吼。所以好啦，我已经读到敢若应该是上尾啊，我嘛袂记最后是伫倒位啊。好，咱转来开讲啊。好，我就无爱直播哈，咱来开讲。各位，恁有什么想法无？拄则安尼读落，你对台湾的媒体环境，佫有啥物愿望？别项我毋知，甲讲啊，电视新闻绝对莫去捌啦吼。我即嘛是佫有伫线顶啊无？我无咧注意看手机啊。有啊 ，OK。电视新闻莫去看啊，因为就伊拄则讲迄个生产流程，透早，迄个编辑台甲你编辑就会采访主任就甲你分配好啊，你今仔日就是走即寡新闻吼。当然你若有才调去走啥物新的新闻做你去吼。问题是我分配这你爱出来嘛吼。做即关了就差不多，一开始一早起无偌侪时间的，大家上课班的拢知影，一开始你当做偌侪代志吼。下晡上款嘛，一工即8点钟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你去看迄本数是有啥多？你电视一拍开看电视新闻，就是你接受一寡本数消息。本数消息就算若无毒的袂要紧，佮掺毒的、透毒的，甲你毒害的，你佮甲你踮遐食毒，你数据就高。你食饱伤用，吼。即种情形，你敢若希望讲伫台湾国出现？我讲绝对无愿望讲台湾国出现即种情形，吼。要安怎？讲实在，我嘛毋知要安怎吼。但是比如讲，我有时会看日本的新闻，当我有时我会看一下美国的新闻吼。连到我日本新闻看得更加多，我拄因为美国新闻的听迄个表现的方式，其实和台湾有一点仔像吼。我其实看袂啥落吼。迄种报送的方式啊，迄种你有机会你去看一下日本的新闻吼。当然你若上方面看，应该是 NHK 啦吼。而且是即个网络顶起码看会到日本的新闻吼，24小时日本新闻。你看因的编辑台安怎编辑新闻，吼安怎听安怎表现出来。你就含咧看会到讲，你讲当事人或者是迄个事主吼，苦主踮遐咧嘻嘻哈哈，踮遐或者是踮遐咧靠北靠母，哀爸叫母呼天抢地迄种情形。伊袂互你看即种物件。伊嘛去做路边的即个采访，吼，但是足少的啦，因主要拢是靠迄个主播伫个台仔顶咧念大稿，直接念稿尔。迄念稿是主体影像电脑是，我感觉是第二个吼，和美国无共，美国就是真正是影像第二，所以你有时感觉看就恶杂的吼。你要。其实媒体或者是讲新闻吼，这是含你的读下来个思考最重要。直接伊物件拢直接进入去，你毋是耳孔尔，是进入你去读下内底，对你的思考其实会影响就足大。就若敢若讲你食物件，其实莫去食歹的物件，对你身体有伤害。会进入去读下内底的物件，你嘛尽量莫有迄种会伤害你读下的物件进入去你读下内底。哦，OK， 其实我有思考过啦吼，即种情要安怎改变？伊讲，你看会出来，伊拄则讲的讲钱是要互规个即个媒体放起来，即个主要动力，当然敢若这是石油，这是汽油相款，你无加即个油，即个媒体可会放袂起来嘛？伊拢需要钱嘛？你记者爱薪水嘛？器材爱钱嘛？哦，这上主要新闻生产来讲，上主要就是记者甲即个报送的吼，所有背后的迄个就编辑的人员啦吼，
啊，整个即个新闻媒体主要就是人数，我相信是上大诶开销嘛吼。啊，伊即嘛为着要省钱，所以是用薪水足低嘛，去请一寡记者会堪来互伊安尼抄诶嘛，记者足辛苦诶啊，啊堪安尼抄诶。啊，所以钱你会感觉，你会想，钱是主要对无？但是钱，你会想讲是去讲啊，讲出钱诶人，就有法度改变即个环境嘛。啊，问题是出钱诶人，你要哪去讲啊？先啊钱安怎过来，你要哪去讲啊？或者，提供你思考啦，讲即物件是要安怎改变。当然，咱也毋是媒体人，咱也今日无伫无伫电视台你上班，无伫报社你上班，无伫即个自媒体你若自媒体，可能无定其中有人家己咧做自媒体吼。你就思考看嘛，对你来讲，真正是钱是主要来源，是即个动力的来源，即个要捧起来即个动力的来源。但是你会当搁较深想一下，除了拄则讲的，政府有即个经费有即个有算，搁有拄则讲的，新嘛有，新嘛是政府啦吼，伊嘛提钱来你收买台湾的媒体。搁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广告，因为因新闻做广告，有爱卖药啊，爱卖广告趁钱嘛吼。所以对因来讲是啥物？点阅率、收视率上悬，因足看重的嘛。这直接影响着广告嘛。啊，所以你若莫去看寡本数，迄寡本数的收视率就低嘛，就无可能会叫迄个广告，伊就死嘛。所以迄寡就是爱死嘛。所以我直直甲你讲，毋通看电视新闻，毋通看电视，毋通看电视新闻，就是即寡爱死的，就互伊死嘛。啊，当然可能你想咱伊无广告，伊嘛是会当靠，不管是政府还是新海边的尤其是新海迄边资金的资源。我是一句话，若无人看，钱若出钱嘛是拼在水内底嘛，吼。所以莫去看，这是最重要第一步。对你各位啦，我今仔日这2、3、4、5、6个人，我甲各位甲你讲，莫去看新闻吼。其实你可能讲啊，伫台湾。足学的，我讲一句实在，真正足学的吼。我即阵转去，当然我家己无可能去开新闻起来看，厝诶嘛无人咧看电视，我电视就点真钱，我毋捌咧看电视新闻。但是你若去店诶内底，我若去今仔去店诶内底，我家己一个人，我是唯一一个人客。我电视伊会邀讲，我摕起来就直接就甲伊诶电视新闻切掉啊，我就甲转去别台啊。因为我就无爱好，即个我读书入去我耳孔内底，莫讲入去我头壳内底，我连耳孔我都无想要听着吼。尽量想办法保护你家己，莫互迄寡新闻进入你家己头壳内底吼。所以差不多2019年公司台语台开台进前，我就差不多拢无啥咧看电视啊。然后公司台语台开台了后，坦白讲，伊开台2019年7月初开台，我无随看，因为迄阵已经诚久无咧看电视啊。尾啊，可能看年底是吧，才甲迄个公司台语台拢开咧看。然后遐讲中国话，我嘛即几年嘛差不多拢无啥咧看，除非有当阵啊拄着的时阵，才会小看一下。毋过即摆嘛差不多拢无啥咧开，拢咧讲中国话的电视台。今年过年有一届去食迄火锅店，因为迄阵阮是头一组人客。当然店家要做生意，总是会开电视。足久以前就有人去调查过，讲一寡小食店、一寡路边摊、一寡啥，因开的电视是拢啥物电视？甚至有问到交代讲啥物？有人摕钱去送因的目的，一个哩可能300、500，然后叫因就是爱开遐个电视台，绝对拢是讲中国话的啦。所以迄届我去的时阵，我就叫伊甲迄个电视禁掉嘛，是转别台嘛。伊甲我呛声讲，有人客要看，我讲只敢若阮即组尔，禁掉啊，无你就转别台啊。甚至
过去几年，大概3-5年吧，去外地出差的时阵，有当阵啊带一寡算饭店业吧，应该是3粒星、4粒星迄种的迄，真歹势，伫遐找无公司待遇待，所以我真正怀疑讲遐一寡饭店翻势，背后拢是中国的资金入来。当然，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你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拢袂甲你动啊。也毋过有当阵啊，因拢是行迄个空胖的，你着真歹去处理嘛。所以就感觉即摆即个 X 的即个 Lawrence of Taiwan 所讲的，爱一寡较明显的去改禁掉。也毋过有当阵啊啦，现主时无够侪人清醒，甚至惊啊无意无意。啊，到底是安怎？咱毋知影。讲一个较近的。顶2礼拜，当日前因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所做的分享啥？分享语言地图。啥物做语言地图？由咱家己做中心点，顶悬问起哩。当然，遐要问你家己嘛知影啦。啥物货？阮老爸伊到底是讲啥物语言？阮老母因到底是讲啥物语言？然后阿公阿嬷是讲啥物语言？安尼沿路画起哩。画起哩了后，当然佫牵涉着讲。伊个人是使用什么语言，啊，和别人是使用什么语言？搁要讲迄个别人是因两阿某之间是使用什么语言？当伊行出家门去到外口街仔路，和别人的时阵是使用什么语言？一块一块安尼问落来时阵，你就会发觉着讲真歹势、真不幸。伫台湾即种语言流失的问题是不哩啊严重的。所以当日前伊迄间佫有问另外一个人。因老爸老母总共加起来，敢若有17个兄弟姊妹，遐是安那？然后迄17个兄弟姊妹佫摊落来遮的，真歹势，30几个表小弟3有诶无诶，敢若一个半是咧讲台语诶，剩诶拢讲中国话去啊。所以坦白讲啦，讲一个较无输赢，讲一个较歹听诶。若准讲中国话，这是一个毒素，真正就是爱有家己。毋好遐尼简单就去互遐毒素扣去，啊！只是有当阵啊，对遮伫当一开始所讲的，迄强烈故事咧到地，有当阵啊，有诶人真正是忘去啦。啊，因为伫迄种无好诶环境内底，久了你嘛惯习。啊，真现主时对我来讲嘛，算讲一种伫啥解毒，还是伫消毒，我嘛毋知要安怎讲。我伫有当阵过去太久了，所以只好继续努力安尼。在我来讲看来吼，所有电视新闻无一个是及格啦吼。对，我是讲对吹杀台湾国族台湾国族意识即个角度，就即个工课来讲，目前台湾所有电视台拢是电视新闻拢是无及格啦吼。因为因拢讲华语的，都已经拢无及格啊。内容搁较莫讲啦吼，内容你若深入搁看内容，搁是另外一回事。你若就语言来讲，就是完全无及格啦。你只要是华语发音，就是无及格啦。拄则马文讲的，其实这是会到的。你伫日本时代，台湾通用语就是台语嘛，过来就是日语嘛，啊，过来就是你家己。所以做客人其实是会晓讲台语的吼，我毋是讲，所以就干那台语读书尔。我的意思是讲，伫迄当阵的情况就是安尼嘛，这就是迄当阵的事实嘛。若无9成嘛是8成嘛。今仔日台语的论到讲，今仔日毋知有1成无？你伫讲场合要听着毋知有，莫讲1成，0.2都毋知有够无吼？你根本就听袂着啦，伫咧台北。你即个都语言都已经是华语啊！你哪有可能想法是台湾国族意识的营造？你哪有可能有台湾国族意识任何一种只台湾国族意识的成分伫内底，无可能的代志嘛？我昨昏才看到比一个例就好啦吼。你是支持伫咧即个以色列甲即个巴勒斯坦的即个战争内底，你是支持对一边？莫讲你支持以色列啦。因为你讲，当你讲犹太这
当你写犹太这个字，你写出来时阵，你就经你反犹太啊。迄个犹太，迄个犹就是狗二病，意思啥物？即寡人就敢若狗咧，就一寡野兽，一寡动物尔，一寡精死尔。巴勒斯坦，你敢有看到啥物狗二病啊？敢无看到咧吼？你敢若犹太，你一写来，你就是狗二病，就是精死啦。所以你就敢若你甲用汉字，你只要写犹太，你就是已经是反犹太。啊！你讲你敢若迄间不管你有意识无意识，拢证别你读较来啊！你写时阵，你讲写做精神啊，犹太你就写做精神，你哪有可能讲你是我听以色列，无毋对啦！我知影即嘛，你意识上你足侪可能你听以色列嘛，因为美国听以色列，你必须要听以色列，因为尤其是巴勒斯坦，伊是较强啥含强啥国家行较晏嘛。伊嘛，你若问遐巴勒斯坦嘛讲，恁台湾是中国的，应该中国收转去吼。但是我即嘛佫讲倒来，当你用的是汉字，你用的是华语的时阵，你无可能内底其中有任何台湾各族意识的成分伫内底，一点都无啦，1%你就做袂着，0.01的一丝一毫、一丝一毫你拢找袂着啦吼。好啦，讲到遮，今仔日无互各位。该讲就是我提供恁一个思考的点吼，恁平常时就是你使强烈高，或者是被人逼使强烈高，对你耳孔管入去即种物件，想办法尽量甲摕掉，尽量甲阻挡伫咧外口啦吼。当然这是个人爱靠本事啊，我无法度甲你讲你为啥物法度做会到吼。好，爸比还是义文恁有啥物要甲我分享的无？若无我要来开房咯。咱后礼拜再去找一下即个主题来讲啦吼。其实我逐工我若有我咧看的时阵，若有啥物主题我拢会注意讲，我是毋是会当即礼拜会当摕来逐项开讲安尼。好，歹势我即礼拜我即个物件整理到无好，一开始用太侪时间去用这吼。若无我就要开房咯。感谢哈。好，暂时安尼，感谢，再会，后摆再过来。